一個小故事。好耐以前曾經有過一個咁樣嘅故事。據說有一個住喺深山嘅農民，成日都感覺到環境好艱難，好難生活。於是佢周圍去尋找一個致富嘅好方法。有一日，一位外地嚟嘅商販為佢帶嚟咗一樣好嘢，雖然喺陽光下只係一粒粒唔起眼嘅種子，但係據呢一個商販講，呢一啲唔係一般嘅種子，而係一種叫做蘋果嘅水果。只要種喺土壤裏面，種2年嘅時間之後，就可以長成一棵棵嘅蘋果樹，結出好多嘅果實，攞到市集可以賣到好多錢。農民好開心啊！佢急忙將呢一啲種子好小心咁收好，但係隨即腦海就湧現咗一個問題：既然啲蘋果咁值錢咁好，會唔會俾人偷走呢？於是佢就特意選擇咗一個荒僻嘅山野嚟種植呢一啲珍貴嘅蘋果。經過近2年時間嘅辛苦，淋水施肥耕種，小小嘅種子終於成為咗一棵棵茁壯嘅果樹，並且真係結出咗好多蘋果。呢一位農民看在眼裏，好開心。但係因為缺少種子嘅緣故，果樹嘅數量比較少啲，但係結出嘅果實亦都肯定可以令到佢過一啲好啲嘅生活。於是佢特意揀咗一個好日子，準備喺呢一日摘下成熟嘅蘋果，然後攞到市集度賣個好價錢。當呢一日真正嚟嘅時候，佢好開心，一大清早就上路啦。但係當佢氣來氣喘咁爬上山頂嘅時候，竟然發現嗰一片結出好多果實嘅蘋果樹，竟然被外來嘅飛鳥同埋野獸食晒，只係剩低滿地嘅果核。諗到呢2年幾嘅辛苦同埋熱切盼望，佢好唔開心，好傷心啊！佢大喊起嚟，佢嘅致富夢就係咁樣破滅啦。喺隨後嘅歲月，生活依然好艱苦，佢只能夠苦苦咁支撐落去，度過咗一日又一日。不知不覺間，幾年嘅光陰好快就過去。有一日，佢偶爾間又嚟到呢一片山野。當佢走上山頂之後，佢呆咗啊！因為喺佢面前出現咗一大片茂盛嘅蘋果樹，上面結滿咗果實，係邊個種嘅呢？喺疑惑不解之中，佢諗咗一陣，先至發現咗一個出乎意料之外嘅答案。原來呢一大片蘋果林都係佢自己所種㗎。就喺幾年前，當嗰啲飛鳥同野獸食完蘋果之後，將果核套喺旁邊，經過幾年嚟嘅生長，果核裏面嘅種子竟然慢慢咁發芽生長，終於長成咗一片更加擴闊嘅蘋果林。而家呢一位老農再唔使為生活發愁，呢大片林子裏面嘅蘋果足以俾佢過到溫飽嘅生活。只不過佢轉頭諗一諗，如果當年嗰啲飛鳥同野獸冇嚟食小片嘅蘋果樹，今日就肯定冇辦法形成咁大片嘅森林。或者放棄同埋損失，喺好多情況下並唔係錯誤嘅決定，最終仲會讓我哋獲益更多。呢一個不僅係呢個老農嘅領悟，亦都係我哋生活嘅哲理。